每年喺呢個時間，元朗就會舉辦相當有本地特色嘅盂蘭節。佢哋每隔10年都會建咗一個超級巨型嘅竹棚。今年呢個就犀利啦，直頭可以媲美成個體育場館咁大啊！你睇下呢度全部場地啊，都係由棚架搭砌而成，幾犀利！喺香港，紙紮同埋搭棚嘅技術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哇！你睇下呢個棚架搭得幾誇張，幾宏偉。呢度嘅棚架都係由本地嘅熟手師傅搭建而成。佢哋憑住多年精湛嘅手藝，確保呢度結構安全又保留本地嘅特色。呢個棚架唔單止係活動嘅場所，亦都承載咗元朗人嘅集體回憶同埋文化價值。呢度係10年一度嘅錦田鄉酬恩建醮，主要嘅目的就係答謝神明保佑，為全個鄉祈福消災保平安。呢啲係我哋中華文化嘅寶貴傳統，應該一代一代咁樣承傳落去。